各位親愛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我最近一早喺度思想緊一個問題。呢個世界好多人都想稱霸，大國嘅要稱為世界最偉大嘅國，細國嘅都唔肯認輸，喺人嘅當中都想做人上人啊。咁其實呢，喺整個世界裏邊，人裏邊，我哋應該最怕嘅係邊個呢？當然我唔係講緊嗰啲小動物啦，譬如有人好怕小強啦，即係曱甴啦，有人好怕有權勢嘅人啦，等等等等。不過聖經裏邊教我哋真係好好，讓我哋做人好有智慧。聖經教我哋乜嘢呢？要怕嘅係邊一個？點解？嗱，我讀俾你聽兩句嘅説話，你睇係咪有道理啊？第一，聖經話耶穌自己話，所以不要怕他們，因為掩蓋嘅事沒有不露出來，隱藏嘅事沒有不被人知道嘅。第二係話，哪一個殺身體不能殺靈魂嘅，唔好怕佢哋，唯有能夠將身體靈魂都滅喺地獄嘅，正要怕他。咁呢書講緊乜嘢呢？第一，呢個世界冇絕密嘅事情，總有一日真相會大白㗎，所以你放心啊，冇一樣嘢可以隱藏㗎。5年、10年、100年，總有一日佢會真相大白。第二，世上任何嘅人，無論任何暴政、任何獨裁者，甚至係詐騙嘅集團，做咗傷天害理嘅事，佢哋對人嘅極限嘅傷害，都係只限於呢個身體，最多咪殺你啊！而且佢哋忘記咗，其實每個人都按住呢個規律，都會消逝死去㗎。最後佢都同嗰啲佢所殺去嘅人係一模一樣㗎。所以耶穌話：你真正要怕嘅係邊個呢？係嗰個能夠將身體同埋靈魂都滅喺地獄裏邊嘅，正要怕佢。呢個就係我哋要認識清楚，邊個有呢種權柄呢？除咗三位一體嘅真神，冇一個人有。最多殺你嘅身體，唔可以殺你嘅靈魂。但係唯有嗰一位能夠將身體靈魂都滅喺地獄裏，即係話係有最後嘅話事權。近日咧，大家知道聯合國舉行第80屆嘅大會。根據一個全球2024，即係去年啊嗰個軍事嘅支出報告呢，你知道嗎？過去一年全球嘅總軍事經費支出呢，係一共超過咗27000億美金。其實呢，只需要3000億嘅支出就可以解決世界極端富困嘅問題，即係最窮嘅問題。好可惜，人類願意用27000億嘅呢啲錢去成為一個打仗嘅武器，或者嚟到去威嚇別人嘅一啲聲勢，卻3000億就可以解決好多嘅地方極之貧困。你係3000億就得。人真係病咗啦！我哋話呢個世界病咗啦。正如我哋從傳媒知道，因為戰爭，每一日都有無數嘅人被殺，又有因為政治立場唔同，引致到衝突饑荒，仲有好多嘅詐騙案，無日無之製造嘅傷亡。其實呢啲都可以減少嘅，但係好多時候人忘記咗，所以今日好多人都要你怕我，你唔怕我，我對你唔客氣，甚至威脅你嘅生命。但係佢忘記咗，有一日我哋每個人離開呢個世界，我係被殺或者係殺人嘅，都要面對最後一個公義嘅審判。我想話俾你聽，有一對年輕嘅夫婦，佢哋同係建築師。佢哋住喺新加坡，佢哋曾經喺建築界獲到無數嘅獎項聲譽。
但係佢哋卻信咗耶穌啦。當然，佢哋就將自己奉獻咗俾耶穌。佢哋去咗烏克蘭，即係打緊仗嗬，就係烏克蘭。佢哋感覺到要去嗰度幫助嗰處嘅難民，因為嗰處有好多屋被炸咗，而烏克蘭又好凍，冬天可以-30度。佢哋去咩？用佢哋嘅專業嘅知識起咗好多屋去幫助呢啲失咗家園嘅，起碼有個竇口。唔單係咁樣，佢哋仲為咗好多準備要墮胎嘅女士嚟到去養育佢嘅胎兒，喺嗰啲嘅診所門口去要求唔好去殺呢啲胎兒。如果你真係困難買唔到尿片或者奶粉，我哋願意支持你，我哋願意幫你養佢。結果佢呢個行動救咗成千嘅嬰兒，今日有啲都喺度成長緊啦。而且仲有一個軍隊，原本有400人到嘅，結果因為打仗嘅緣故，淨係有100幾人，所以成為你心裏邊好抑鬱，要揾嘢嚟到去唞下氣。佢就正好去到呢個軍營嘅當中，結果呢啲嘅兵士就將所有嘅憤怒就傾瀉喺呢一個女士嘅身上。所以佢哋就對佢吐口水啦，甚至到用拳頭打佢啦。結果烏克蘭呢個牧師話：點解可以咁樣待人哋？人哋從好遠嘅地方新加坡嚟到探你哋，係話唔緊要。耶穌基督同耶穌基督比，我冇得比。佢從天上嚟到地上嚟到尋找拯救罪人，最後仲釘死十字架上，流出嘅寶血嚟到拯救凡係相信佢嘅人。結果呢一班嘅兵100幾人就當場受感動，佢哋信咗耶穌。佢哋甚至都經歷到耶穌基督佢嘅好奇妙嘅拯救。當呢啲軍人去面對到嗰啲嘅無人駕駛飛機嘅時候，呢啲無人駕駛飛機仲有一個代號嘅 No Mercy， 就冇憐憫。你不遇上咗，只有死路一條。結果有一次真係遇上咗啦，呢個軍人點呢？佢哋就話：你嗌主耶穌啦，嗌主耶穌啦。結果好奇妙嘅，就有唔知喺邊度飛嚟一大群嘅白鴿，結果就撞向呢啲嘅無人機。當然啦，無人機爆炸，而呢一群嘅白鴿亦都因為咁樣喪生咗。但係咧就救咗喺下邊呢啲嘅人。人哋問佢：我哋都係向外跑，點解你反而跑入烏克蘭呢？佢哋只係話：因為我好將耶穌基督介紹俾你認識。聖經曾經有一卷書咁樣講，佢話呢啲事我都聽見啦。總意就係要人敬畏神，謹守佢嘅誡命，呢個係人所當盡嘅本分。再講，因為人所做嘅一切事，連一切隱藏嘅事，無論係善係惡，神都會審問㗎。呢個就俾我哋有個盼望。係啊，今日好多嘅人，佢哋可以一時之快，因為自己喺嗰個位置上邊，可以濫殺無辜，好似冇人制止到佢。但係你放心，終有一日，上帝審判會臨到我哋世上每一個人。所以聖經提醒我哋，當嗰日未來之前，我哋要做好準備啊！做好準備做乜嘢呢？嚟到去迎接耶穌基督。你所做嘅一切喺神嘅眼光，你走唔甩嘅。唯有咩呢？唯有真係誠懇話俾耶穌聽：我有罪，求你饒恕我。我要有個改變，我有一個永生。呢個地上係短暫嘅。如果你嘅名唔記喺生命冊上，聖經好清楚話，嗰一日你就會被掉喺火湖嘅裏邊。嗰處係點樣呢？聖經形容得好可怕，係話嗰度有蟲係唔死嘅，啲火係唔滅嘅。如果你嘅名冇記喺生命冊上，你即係要靠行為，你一定就會有咁樣嘅下場。盼望你唔會，你趁住今日仲有機會，快啲信耶穌。就算呢一刻我離開咗世界，我知我嘅靈魂會去到邊度。將來耶穌再嚟，我要復活喺佢面前嚟到得到永永遠遠住喺神國嘅裏邊。你願意嗎？咁樣你就能喺呢咁艱難
不義嘅世代當中，你仍然有曙光可以活落去。願意嘅話，請你跟我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啊，我知道呢個世界冇絕對嘅公義，但係亦都冇絕密可以去隱藏。有一日你會將呢啲全部嘅揭露。我求你幫助我，識得趁住還有今日，接受你做我嘅救主，以致我嘅名字被記在生命冊上，可以進入天國嘅裏邊。求你聽我嘅祈禱，我唔想去到地獄嗰處有不滅嘅火，有不死嘅蟲。主啊，我要得救，求你拯救我。我今日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願上帝賜福你，我哋下一次再見。